근데 라마 쉐근도네 테네 틸라마 텐도네 아네 다 땡은 왕 효좌 요네 저게 가세 왕 효좌메나 다 제네세 그 왕데 쇼 디땡데니라 땡가 저 딱바르시 데야 그 돈롱 소전의 유부 상제다시 다낭아 그 동리 데 지디 땡 섬신 동바데 쇼고리 好，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对吧，你真的想要受持个八关斋戒的时候，就如同前面讲的，最好呢自己是领受过观世音菩萨的这个灌顶，然后呢，有了这些灌顶，或者再没有的话，那么从上师具备的上师处领受这个八关斋戒的戒律，就开始在受戒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就你们每天早上来念的那个受戒仪轨，在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等等的面前，然后说呢，我弟子某某某开始发愿受持这个斋戒，跟着念诵那个受戒文。근데 다다 소 뭐죠 바다 마창와 뭐죠 바다 창 못통와 라소 바다네 빠자 제도서 빠와 라바데야 켈랑 所以在受戒的这个时候呢，你同时呢就发愿，就是说呢，我呢在境界里面呢，在今天呢我要手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然后不妄语等等呢，总共有8条的戒律。다다서 드네 셰야바 좀 마이바 다다가 랑야바 마이바 오늘 라린 땡네야 드네 딱 토바시세 그 간신의 주준이 기잡기로 왔다 而且呢，在这个时候，你不是只是说口头上承诺说我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而是呢，在1天之内、24小时之内呢，你自己真的很谨慎的不去造作这种种的这些恶业。那事实上呢，时间也不是很长，就是1天24小时。드네 다나 nga 당보 라이브인데 드네 당보 nga 트인데 최소 다반 초대도 시해 지레상 라이브 nga 책 라이브데 니땡데 대야린 nga 당보 드네 캔자 시원도 첫दिन 침토 뭐자 신시 첫दिन 통보 내 년가 말이 라위는 저도 타망아랑 온도 짜서 드네 또 같이 얘네야 강한 따른 같이 드네 샤마 찔렀다 라린 따 토거라 드네 잡잡신의 락따 찌그리 所以呢，在还没有到这边来的时候呢，天父呢听人们在讲，你们每个月呢都做八关斋戒的，所以呢，天父讲，那你们对这个八关斋戒应该守持这些，应该都是已经非常了解的，所以呢就来到了这边。结果呢，今年一开始要升座的时候呢，就叫他让他坐上面的那个高座这样子。他心里想，哎呀，这个不是八关斋戒里面的那条戒律讲不坐卧高广大床吗？对吧？他心里面打了一个问号，到底你们对这个法是真正的了解呢，还是没有如实的去行持的？但是在讲头都是，大地呢，大地我就怕些速度卡拉么子，大多数是的，大地也别要我的，看一些都今年在日本那个说了，用那些古巴的别搞全部因素。今年在코랑 그 드탑 때야 봐. 주의도 주 나로네 가르침보세네 송신도. 今年在日本那个说了，但是用那些呢都要些，用那些的他卡拉么子的些呀的啦，这些呢 drop 古巴的别搞钱送的，这个用那些呢 drop 呢，今年在的来老问如果这些，你把钱给他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1天的时间，所以呢受戒以后是在中午过午以后就不吃饭。那么这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说按照这个2天的方式，第2天呢整个是断食，不吃不喝的方式来修持的话，那么那个是更殊胜的。因为呢，按照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修持仪轨，以及呢他的这个传记当中呢提到，就修持观音法门的时候，如果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断食的方式来修持的话，那么是更容易的能够真正的领受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加持。这个简单说，就是西单切干，对不对？嘛，就是有那的切手过来马天呐。다 공다 타타테 깨자테 망보도 차게 저티 차순서래 간신은 땅 안은 동반 동야 얘네 토소 동반 동서 그 꼰르게 자야라 와 운에서는 동서래 얘네 토소 르게 자야데 배나 트레인게 나가 르게 자야데 흉내 그 꼴로 곰록 셰거와 곰당 셰거와 흉내 그 곰 그 곰당데 동반 동야 같이 동반 동대야 디나는 여러와
얘네 야 대 깨져 해야 돼. 야 다다 얘네 다 톡소. 好， 뭐 那么呢，在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八关斋戒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就这样讲着讲着，现在呢最主要就要讲到八关斋戒的这个受戒的部分呢，就是整个都在那个受戒文当中，就刚刚讲的安度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等等这个受戒文它的内容的部分。 아니 세대 다다데 나노데 다동야 그 가르치야도 랑데 마도 나그 이게 뒤여버도 차상 시에미 가시 뒤 이게 뒤여버 돈다데 시에네 두수 가드라 데 구메 사차 간데 구메 소종 라소바 라우 고야 그 점신 가래 예멘도 타망에 이페창 올라 티셔트 얘네 트렌 시에미 가시 두수 나가 말아 뇽뇽세 싸움소 등가랑 카마타 주 두수 로순데 那么因为呢，如果按照那个它的完整的那个论呢。 来讲解的话，这里面就提到，因为我们要受八关斋戒，所以呢就要了解那什么是八关斋戒。那么要受持八关斋戒呢，要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受持，甚至呢受戒的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上去受持这个斋戒。那么受持斋戒以后应该要怎么样的去行持等等的。那么呢就是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么这么细的一一的去做讲解。那现在就单单就直接讲到。 八关斋戒的那个戒文本身。다데데 나츠 domban도야 다 강따라 되게나네 다슈데 되네 점조데 다 남바 상제와 그 다슈데 점조리 당보데 那么我们说呢，在这边受持八关斋戒，那么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戒条，但事实上呢，对我们而言，我们说身为一个佛弟子，我们最初 一开始领受的戒律就是皈依戒。那南巴三界被引当没设置的，江州东巴有当没的，江州东巴有呢，他得了信用有难的，没难的，给把用不个七八的有嘛的，在南巴三界被的。 江州东巴没被个没些，他现在信用趴下，南去被没人开把人呢，在南巴三界被骂的。 对对，江大南巴三界被引导没谁呀的，江州东巴有当没了头的。所以可以讲呢，我们自身呢是不是一个佛教徒，完全取决在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受了这个皈依戒。如果呢我受了这个皈依戒，无论呢我现在年纪呢是年轻还是年长，无论呢我对于这些佛学的知识等等呢了解的很多或者完全不了解，但是呢只要我 领受了这个皈依戒，那么我就是一个佛弟子，一个佛教徒。反过来讲呢，今天呢，无论呢你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些个知识有多么的深入，多么的擅长，但如果你没有受皈依的话，没有受皈依戒的话，那么你还是一样不是一个佛教徒。所以呢，是否是一个佛教徒的那个关键呢，那个差别就在于你是不是领受了皈依戒。 근데 접선 로버 값서 다 지난 점로서 그 다 잡다 마켓 점로서의 접선 로사 때라 꼰초 솜여와 산제 추 겐더인 我们说皈依呢，它的对象是什么？我们讲皈依佛法僧这三宝。什么？对了，접선 로버 내가 없어라. 근데 아주 접선 로당된 다 yang现在等这个嘛的，去了现在的最上头当对拉是呀，打可能最拉的，得到卡的人呢，生气的话的，得话人呢，真气的，东海呢，打用中气的，差不多。我做等着买的，哪怕三界把个交通做当等着买的。那我们佛教里面的皈依三宝呢，跟一般其他的这些宗教皈依它的那个。 无论是神也好，或者皈依那个主宰者也好，那个皈依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在其他的宗教当中呢，他皈依他的主是，无论呢他这一生的痛苦也好，快乐也好，所有一切呢都是他的主所创造、所给予的，是以这样的心念在做皈依。但是我们佛教当中的皈依三宝不是这样的方式。但是三界说话的，去先开的冷冻些呢，但那些呢？ 근데 너 지고리 너 지고 말이 세네다 시 지다 마지 세네 람동생게 개개인이 산지 那么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讲三宝，这个佛宝呢，
佛呢，他事实上呢是就像是导师一样，他教导我们了解说，哎，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他指引我们这个一个修行的这个道路。근데 산지제 지당 마지 세야 때양 소소라 대와 투지 그 조리 디 줌신라 때네 시구리 소소 라니라 동마라 투지 그 조리 디 줌신라 때네 시구 마리 세네 람동 시지요래 那么佛陀呢，他教导我们这些是应该做的，因为呢，你做了这些之后，能够为我们自己呢感得这个快乐的果报。那么呢，这些呢是不应该做的，因为呢，如果照做另外这些的话，那么你将会感受到各种痛苦的果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佛陀呢他就教导了很多的这种应取应舍的这个教法。所以呢，佛呢可以讲就是这个教导者。대 인도 때네 산지 그 시내 게덱을 주로 템로고 말해 소소라 대도 가르치지 이메리 소소라 동한 제지 조예나 대라 먹게발라오래 소소라 대와 제지 조예나 대라 게발라오요래 오 대 인도 게덱 가르 인다 미세야데 대도 가르치다 미치라라 레바리 因此呢，佛陀所说的应作应取，并不是佛去制定说这是善业，这是恶业，而是指的他如果照做这种种的话，那么呢，他会感得这种快乐的圆满的果报，这些就是所谓的善业。那么如果照做这种种，他会感得各种痛苦的这个果报，这就是恶业。那么这就是佛陀所教导的我们的修行道上应取应舍的这些善恶的意义。근데 추서와때 소수 냠스 랭야때 추라고